央行伫今日召开第一季理监事会议，利率决策依次无变动，连续8届无变，也认为这中东战会会害国际原油价格来抢权，甲今年的 CPI 调悬到1.8%。另外 ，AI 商机带动台湾出口成长，央行也调悬今年的经济成长率到7.28%。也因为呢，来同意到这选择性信用管制放零买第二号的房贷趴数会当来到6%。维持政策利率不变。多像市场预期，央行宣布第一季利率政策维持不变，中大现率2%，担保放款融通利率2.375%，第二融通利率7.25%，利率零变动。另外，今年经济成长率因受益新兴科技应用商机继续扩展，带动出口成长上升到7.28%。也毋过最近中东战事推升国际油价起，可能政府仍然继续平稳机制，央行上修今年 CPI 1.80%，核心 CPI。年增率1.75%。你用需求面来压制需求，在目前的情况是不大适合。是要在就是说它的通膨一直在往上走的时候，而通膨的预期逐渐的形成的时候呢，那中央银行就必须要谨慎，态度是往紧缩的一个方向来走。央行强调，收落来毋但是密切关注中东战事敢是久长、强度甲范围扩大，因为中东战事爆发了后，股市出现外资大量出走，金价真大，造成新台票变薄。杨金龙讲，央行有尽量调节。如果我们贬的幅度太大的时候呢，对我们的物价的控制也不好。外资呢是在这一段期间从3月到现在呢流出去的一个资金蛮庞大的，而且非常集中，一定是有我们中央银行的一个调节。相较其他的币别来讲的话呢，会比较稳定一点。另外，房市信用管制伫不动产贷款中度已经为2024年6月底的5.37.6%，降到今年2月底的36%。整体银行不动产贷款溢价年增率也为2024年9月的9.4%，降到3.7%，加上国内太少新厝，比起2024年增加我1万户，所以央行调整自定人第2户买厝贷款成数上限，为5成调整到6成。杨金龙表示，即马毋是大放宽房市信用管制好时机点。另外，第二季敢是继续未了，爱密切随时检讨。如果我们大幅放宽，民众看涨房价的预期心理呢，它可能会再起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们的选择性信用管制的一个措施的一个成效呢，它就会功亏一篑。加速度的时候呢，你如果没有做适当的一个回应的时候呢，就是 hard landing。hard landing 的时候呢，你打趴它的时候，你要再拉上来就不大容易。这个就有一点类似中国大陆现在目前的一个情况。杨金龙表示，毋按放弃，稳定落地是央行基调，目前只是稳定落地开始。也毋过，目前的不动产贷款到中度，还未达到央行目标。未来银行有望爱每个月报上不动产贷款相关资料，央行也会加强办理专案金检。记者综合报道。